金曲終身美麗。大家好，唔到嘅朋友大家好。你兩個。我想畫個媽嘅世界。超過400年嘅歷史啦，一直不斷寫就會發生成小語主見到會英歌部隊。
之間。嗱，呢一場光影同力量嘅匯演啦，令到我哋睇到文化嘅力量啊！而家咧都邀請埋歌舞。剛才咧咁多位表演者就化身成《水滸傳》入面嘅英雄好漢，展現剛勁勇猛、驅邪納福嘅氣概。佢哋咧特登為咗今晚嘅盛會咧，為元朗街坊帶嚟咗個大驚喜嘅。頭先大家都見到啦，就係佢哋第一次喺香港加入夜光同 LED 嘅效果，將傳統力量同埋現代科技完美結合。咁大家咧都見到啦，表演者咧年齡咧都有唔同嘅級別㗎，最細嘅咧只係得4歲嘅啫。台下面嘅咁多位，我哋再次俾掌聲佢哋啊！而家咧都邀請埋前排所有嘅嘉賓一齊上台，影呢張大合照。